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的新闻跟房地产相关的，我看了一下大部分都在突出楼市已经止跌回稳，甚至有的地方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那就不是回稳，那是简直要火热。你看这个媒体报道，上海3月1日二手成交1296套，就是3月份的第一天，就是昨天周六，二手房成交就破了1000套，这什么概念？这就很火了。不光上海，这个中国商报报道说，北京二手房热度攀升。3月1日，北京住建委官网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2月，北京全市二手房累计网签量11876套，环比下降4.8%，同比增长87.6%，就是比1月份下降了4.8%，但是比2024年2月那可是增长了90%左右，这什么概念？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整体市场的成交量持续高位运行，成交价格温和上涨，将是未来几个月的重要市场特点。从未来的市场趋势看，小阳春已经明显出现，预计2025年3到5月整体市场都会在高位运行。这是北京的二手房媒体报道百城二手房价连续7个月环比跌幅收窄。刚才说的是北京、上海二手房这个交易量那很火爆，成交。那这个新闻说的是百城的二手房价连续7个月环比跌幅收窄，也就是不怎么下降了。3月1日，第三方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发布的百城价格指数报告显示2月受部分城市优质改善项目入市影响，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环比结构性微涨，二手房市场跌幅持续收窄。从市场交易来看，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在春节过后迅速摆脱假期影响，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节后交易快速复苏。二手房市场方面，2月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4071元每平米，环比下跌0.42%，但跌幅较上月收窄0.09个百分点，已连续7个月呈现收窄趋势。从涨跌城市数量来看，仅有3个城市环比上涨，97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按城市能级划分，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2%，已连续5个月维持微跌态势。其中深圳、北京、上海环比跌幅均在0.1%到0.02%之间。二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46%，不过成都二手房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表现较为突出。3、4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同样下跌0.46%。同比数据显示，2月100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均下跌，淮安、盐城等14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跌幅超10%，其中淮安跌幅最大为15%，芜湖、苏州等62个城市跌幅在5%到10%之间，衡水、肇庆等16个城市跌幅在3%到5%之间，邯郸、太原等8个城市同比跌幅在3%以内。中原研究院指出，这个中指研究院说，止跌回稳依旧是今年房地产政策的核心目标，预计已出台的多项政策将加快落地实施，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有望逐步优化，指的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限购恐怕要优化，以加速购房需求的释放。各地也将继续加大公积金政策的支持力度，切实减轻居民购房压力。同时，货币化安置、城中村改造、专项债资金、收购存量土地等举措的推进，将有助于修复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那么从土地市场来看呢，2025年开年以来，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竞拍热度居高不下，房企参拍积极性显著提升，补仓意愿强烈。2月以来，上海、杭州出让地块普遍溢价成交，多宗地块溢价率超过10%，成都、苏州核心区地块溢价率在20%以上。关于这个溢价率
咱们在前面节目已经介绍过了啊，什么原因？无非就是穷人越穷。中指研究院的给出来的2月份的数字，它说明什么呢？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百城二手房房价都是下跌，只不过是环比下跌，现在速度慢了，给人感觉好像要到底部了。但是同比跟去年比，那还是下跌的，就是二手房的房价。当然，在这二手房的房价里面也有另类啊，成都它环比它没有跌，它涨了，那这个咱先不说了。刚才咱们说了啊，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交易量非常火爆。那中指研究院也说了，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二手房的房价环比、同比都是下跌的。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在我看来，这反而说明这个楼市很难企稳。那这个道理也比较好理解。根据中指研究院的这个数字，再根据媒体的报道，二手房是以价换量，在降价往出卖，销量还挺大。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那个城市新房销量也很大，我就不说它涨价不涨价了，这个新房如果卖得多，二手房卖的也多，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就说明有人把二手房卖掉了去买新房。你把新房和二手房当做一个整体一个市场，就会看到新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房地产市场，刚需房去买二手房，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对吧？他的预算有限。好，把旧房子卖掉的这些人，他去买新房，那是改善。你看看，不管是刚需房买房还是改善，都是把钱往房地产市场里扔，房地产市场是不是钱就越来越多，对吧？韭菜都去按揭。但是一定是伴随着二手房成交和新房成交双都繁荣，双量都涨，这就对了。但是如果二手房交易火爆，但是新房一直反应平平，那怎么解释啊？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有人把房子卖掉套现离场。他把二手房卖掉之后，他并没有去买改善，他把钱存银行，他把钱润到国外去了。没有别的解释。降价把房子卖掉，我干啥？你看二手房不是降价销售吗？价格在跌吗？很多人降价往出卖，卖完这个干啥？再也不回来了。那你说这是好现象吗？为什么二手房交易多了呢？一个是二手房房东他想套现走人，一个是什么？刚需房憋得不行了，这个刚需房他想买的总价低，还可以谈价格，对吧？还可以打折，还可以便宜。所以各个地方二手房你只要降价，你还是能卖得出去。所以我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倒是不觉得这个楼市稳住了，反而觉得资金在逃离楼市。如果你手上有房想卖，你就赶紧趁这个时间，二手房还能卖得动，你把价格挂低一点，赶紧卖。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是吧？说不定过3个月，过半年，你挂出去你都卖不掉，你降价都没人问。好歹这一波刚需，你降价他还能接受，那再过一段时间你降价人家接受不了，就无人问津。这个也符合咱们自己的观察，哪有那么多有钱人去买房？有钱人都买日光盘豪宅，4000万5000万一套的。我昨天节目说了，以我亲身经历，现在北京的房子都不太好租。首先你要不降价，你肯定租不出去，你降价还是能租。现在你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好像是越来越少。哪怕你到王府井大街，透露出来的不是那种勃勃生机盎然的那种景象，反而是一股暮气沉沉，不再有活力。西单10多年前，西单不就是年轻人爱去的地方吗？人流攒动，现在也没什么人。以前早高峰的时候，你在北京挤地铁，那叫一个人挤人，你是被挤上车的，你也是被挤下车的。有的几条线交汇的地方换乘通道，那简直是叫巍巍壮观，那人流。现在你看看，人虽然还多，但是远远没有过去那么多。这人去哪儿了？都超市倒闭关门，底商租不出去，明显的人少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你的房子不好租，你的房子要便宜。这个只有你租房的时候，你跟中介一打交道，你才了解情况。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非要说新房卖得好，房价还涨，这个确实颠覆了常识。如果大家有兴趣，周末在你所在的城市也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看人流变化、精神面貌，这些底商、这些物业还有没有生气，还有没有活力？只要你细心去发现、去观察，一定是有所收获啊。这个我一直说，你判断楼市有没有见底，你就看那个政策它还出不出。如果它一直在出政策，那就说明它一直没见底。如果说它不出政策了，那楼市就开始上涨了。大家记得过去10几年的楼市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出的都是限制政策，不准你买，不准你卖，要加税，要提高首付，要利息上涨。但是越这样，房价越涨。最近这3年大家知道了吧？越旧房价越跌，越跌越旧。所以你记住了，只要它还出救市政策，那就说明它房价还没见底，还不稳。中国商报报道说，多地下调
购房首付比例。说近期多地出台新一轮楼市新政，部分地区进一步下调购房首付比例，如大连、天津、长沙都出台了什么公积金贷款的新规，无非就是鼓励你买房，又出新政策。你能说它楼市稳住了吗？现在一线城市很多房东，很多人买了房，为什么说二手房跌得慢了？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再跌他就不愿意卖了，他就想着反正我把它租出去，不有现金流吗？就这么扛着，所以让二手房现在这个价格下降的速度变慢了。确实有一部分人他还没有暴雷，他还有工作，他能按揭贷款接着还，他把房子租出去还有点租金，这样他还能维持。因为他再降价卖他就割肉，他难受，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他就不想割肉，他就这么着。问题是你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他不是的，他的前提是房子能租出去。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接下来你的房子都租不出去，要么你的房租继续下降。你看看今年降明年降，你扛得住吗？作为房东来说，最终还是逼着要降价卖房子。所以我说这个二手房现在降速慢了，缓一缓，实际上是因为有很多房东在抵抗，舍不得割肉，但是这是暂时现象，等到他房子租不出去的时候，就看谁割得更快，看谁割肉更狠，这时候又会夺路而逃，可能会引发二手房新一轮的降价。现在房东能够扛住的底气，也就是他的那房子还能租得出去，他工作暂时保住了。今天晚上流传一篇文章说的是深圳的中产开始流行反向换房。什么叫反向换房？我们正常的换房不是改善吗？小房子换大房子，不好的地方换位置好的地方。反向的反过来，他的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深圳的楼市中产们开始出现反向置换的现象。传统的房产置换一般都是从郊区换到市区，刚需户型换改善户型，过气小区换品质次新，增加未来流通的确定性。现在很多中产置换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市区换到郊区，改善户型换刚需户型，怎么舒服怎么来。像年前比较火的反向换房案例，有业主从南山华润城搬到龙华善堂，有业主从香蜜湖搬到了比较近的郊区。这文章说，从时间上来看，反向置换现象其实不是近期才开始流行的，这2年接待的换房案例中，能感受到部分读者对向上置换的欲望在下降，也就是它不是向上置换，它是往下置换，在资产升级和提前退休之间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提前退休躺平。说之所以出现反向置换潮，主要原因有几个。这文章说一是为了降低负债，这几年大环境在变化，房价下跌，裁员降薪，很多行业赚钱的蛋糕都变小了。先前资产杠杆拉得比较高的业主被弄得满身伤痕，只能通过减少负债来应对可能面临的收入下滑和爆仓等风险。第二个是养老式换房，一些置换业主岁数已大，向往安静，于是卖掉深圳市区的改善房，在留足现金的情况下，到郊区买个便宜的新房，或者搬到周边低房价城市开启养老生活。第三个说楼市的疤痕效应，说布伦纳梅尔认为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会更少的参与冒险行为，叫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呐。即使是在经济走向复苏时，感知风险提高和风险规避态度可能会拖需求的后腿。3年疫情、房地产历史性调整、理财产品暴雷等所造成的疤痕效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修复。一部分人会变得更加保守，尤其在买房这件事情上，在环境与预期的改变下，有的人是被动选择反向置换，有的人是主动选择反向置换。对于被动选择反向置换的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家庭负债降低，生活压力减小了，终于不用每天再提心吊胆，当下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养精蓄锐，提升自己的内功，几年后可能又是一条好汉。对于主动选择反向置换的人来说，如果家庭资产没有做好正确管理，后期往往容易陷入各种陷阱，让自己在重要决策面前变得越来越被动。他什么意思呢？你把市中心的房子换到郊区，大房子换小房子，那你不就是余下了很多现金吗？那么你这个现金就很有可能被你嘚瑟掉，不是被人借走了，就是自己投资，要么就是炒股。他也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越是核心区的房子，它越有这个流动性，它的价值越高。而你往下换到郊区的或者换到小城市的房子，越来越就仅仅是个房子，是个住的功能。所以说从财
财富角度来说，你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意思啊，我倒是觉得向下置换也不是不可以，还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如果你的压力大，你按揭贷款还起来很累，那么通过向下置换，这不是个坏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现金的压力，那向下置换你就得考虑考虑，你拿着现金准备干什么？当然了，你说这个市中心的房子价格虚高，它有可能还跌一半，我不如把它先卖掉，我在郊区买个小一点的房子。郊区的房子价格本来就低，再跌也就那么回事了，损失比较小，这个也可以。所以还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总之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还指望着房子涨价，你财富自由赚很多钱，不用劳动不用工作，这个就比较难了。基本上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老说的房地产短期看经济看政策，长期看人口，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不站在房价上涨这一边。你看我们的人口出生率现在是断崖式下跌，你越往后那人口是越少，所以的时间都不站在这个房价上涨这一边，对吧？越往后那个房价越承压，人少了。你看啊，这个日本卫生部星期四就是2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 5%， 只有72.988人，连续第9年下降。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预测的77.9万人，而死亡人数则达到了创纪录的162万人。这意味着每出生一名婴儿就有超过2个人死亡。日本的经济复苏了，也就是它现在经济向好，但是它的人口还没有恢复，人口还继续下降，出生率给我们也一种叫借鉴和启示。我们未来哪怕经济稳住了，经济稍微向好，你的人口出生率未必会提升。日本韩国就是例子，年轻人他也不愿意生孩子，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未来经济稍微好一点，是不是年轻人就愿意生孩子了，再刺激人口就上来了。看看日本韩国，所以从人口角度来看，他也不支持你这个房价再进一步上升。最近关于城镇化，关于农民，尤其是咱们那个文件一出，宅基地不能流通，或者就是老干部不能去买宅基地，城里人不能去买，所以这个争议还是很大的。最近我看到经济学家马官员他发了一个微博视频，他就谈论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真正的进城，而不是一辈子守着那块地。大家看视频啊。保障农民利益最好的是让农民真正的进城，而且在进城以后他的生活比农村要好，而不是说让农民就守着那块土地，农民进城以后跟城里所有人一样享有完全平等的生活，就没有二元了。我认为这才叫真正的对农民的保障。比如说现在我们一直呼吁农民工应该上社保，而且这个社保的绝大部分的负担应该国家来负担，不要减少他们的收入。我们其实是欠着这个账的，这个账最终是要还的。我们做这么一个2个不允许的规定，我是认为是一个最底线的事。也就是说，万一有一天你看啊，他城里边留下的话，他还有一块宅基地，他还能够回到农村。我觉得底线思维是要有的，但不能所有的事不能用底线思维，还得有发展的眼光。也就是说，中国未来农村最大的希望仍然是人口。我们的城镇化现在66%左右了，但是我们仍然跟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比较，我们的农村人口还是太多，还是要进城。我个人认为的城镇化不是单行线啊！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逆城镇化，就是进城的又回到农村。城镇化应该让大家来选择，他认为待在农村好，那他回农村；他认为待在城市好，他去城市。给大家要有一个双向的选择。这2个不允许的政策跟过去我们鼓励退休干部回乡再发挥余热留在乡村是不是矛盾的？他们在农村如果买不了房子，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质疑政策。在这2个矛盾之间，你怎么去协调？我认为必须给大家解释清楚。我们这几年其实关注到很多的创业项目在农村，大家忽然发现农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让农业是在一个风口浪尖，钱也愿意去，人也愿意去。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到今天为止，其实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说实话还是在农业，还是在农村，就是农业缺人、缺技术、缺钱。农村的振兴不能完全靠农民自己，现在基本的经营思维都是工业化的思维，已经不是农业的概念。所以如果说我们对整个农村的振兴仍然建立在过去的传统农业经济的思维上面，这是振兴不了的。我们可以在公共政策层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能给农民选择，同时又能吸引大量的钱到农村来投资，农村来创业，帮助
农村发展，同时呢推动更多的农民进城，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我们的政策协调起来、统一起来很重要。这一次啊，我又要支持马冠元老师了，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你要保障农民的利益，是让农民真正进城，是要解放他，而不是束缚他。解放他什么意思啊？让他有财产，他的财产可以流动。如果他的财产不能流动，或者那个财产都不是他的，是村集体的，你说农民能富？我这个你说怎么理解？你根本解释不了。让一个人富是让他有财产，而且他的财产是自由流动。你说现在城里面的你大学生考上了，或者你在城里面安家，你在上海，完了你的存折上钱不能花，你的房子不能卖，你买的房子不能卖，你卖了之后你钱花了之后你没房子怎么办？你居无定所。为什么就城里面这些人就没有这个担忧？就政策为什么不管城里的人？你的房子不能卖，你卖掉，你想啊，你这韭菜你就一套房，完了你把这房子卖掉了，你住哪儿？你不是居无定所了吗？你变成流民。为什么只有对农民有这个担忧？这个不好解释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中间商要赚差价。你跟胡锡进老师直接交易，那中间商赚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胡锡进老师心心念念的想到农村买一个宅基地，盖个大别墅，目测一下，他至少花100万，这个盖房子加装修。你想想，他就在那农村，他就投入100万，这至少就不是说住的成本了啊，他就至少投资100万。那钢筋水泥人工，这不就是搞活经济吗？完了之后，胡锡进老师他还租3亩地种菜，他到农村去，他不能是光盖个好房子，他还租地要种菜，要种麦子，要吃自己种的麦子，他还养猪养鸭，这些都得雇人，他少说也得雇3-5个农村的妇女或者是庄稼汉，你帮他打理菜地养猪。那胡锡进老师自己养猪怎么行？他只能是叫业余玩票性质的，拍个段子。那他怎么着雇3个长工吧，1个月800，你看又解决3个农民就业，这个才是振兴乡村经济。胡锡进老师他也不用担心什么种地赔钱，他是玩情怀，他是要找那种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田园风光，这种乡土气息，对吧？在这个庄稼地里搞人体摄影，岂不快哉？结果你看看，就深深不让他，就这么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不让他实现。农村的宅基地就让他荒废，很多房子已经塌了，没人管。我估计以后村集体镇里面再出面把它整合到一起，由他们来对出卖，对吧？本来那宅基地一块恐怕就30万，胡锡进老师，你那个农民直接卖给胡锡进老师，恐怕1亩地30万。我这举例子啊，实际多少我也不知道，因为根据你那个地方离大城市位置都有关系。假设农民直接卖给胡锡进老师一块宅基地30万，他现在不让你直接卖，由政府出面加什么开发，总之他得搞个名义，打着什么个旗号，把这宅基地收到一起，那一块宅基地就不是30万了，那变成300万，开发成房子往出卖，这中间10倍差价谁赚走了？他从农民手上拿这个宅基地花钱，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村集体的，谁让你跑走了，对吧？给你10万块意思一下，补贴一下，你看看这不就是赚差价吗？但是人家初衷是好的，是要保护农民利益，你说怎么办？让胡锡进老师也无言以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